share 到咁樣，每次粒粒亂咁唔 pro，好難加你人工喎。今次教你一個免費 AI 工具，1分鐘就可以整到一個屬於你嘅個人網站，再勁啲嘅話，仲可以整埋個收錢嘅網站添。只需要3部曲，再加埋你嘅 like 就搞掂㗎啦。第一步 ，Google 搜尋 Lovable 之後就註冊 account， 再喺首頁貼翻呢一個多 AI 嘅網站指令，改翻少少個人資料，你就會見到佢會自己 run，1分鐘之後就會彈個網站俾你添。梗係唔夠喉啦！第3步，我哋就會用到佢 LLM 嘅 AI 對話功能去編輯你想要做嘅跟動。而家我就 upload 咗啲相俾佢，叫佢擺翻落相應嘅位置。覺得唔靚，想改字改色，而家仲有個大更新添，可以好似 Canva 咁樣直接喺個網站上面改。呢個功能真係唔係間間都有㗎。呢個工具可以做嘅嘢太多啦，你仲可以叫佢喺個網站上面加埋一個有度數嘅 pop up 功能，成件事夠晒專業啦。而家仲有新出嘅 check mode 功能，你有啲咩意見，直接撳個掣 ，AI 就會更加深入咁檢查你嘅網站，俾一大堆建議你，然之後仲會自動執行添。睇到呢一度有想法嘅你，如果想學埋點樣用盡 AI， 整個更加強大嘅 AI 工具，甚至賺錢嘅網站，留言 LOVE 等多 AI 逐 part 教你啦。